由於泛民嘅議員係手握超過1/3嘅否決權，政改前路喺現實上就係取決於呢20多位泛民嘅議員嘅一念之間。點不知？我話局長司長你要考慮，如果你俾唔到一個真嘅普選咧，香港嘅教育係唔使做，因為政府帶頭講大話，佢而家點樣去教下一代？呢位咁激動嘅阿 Sir，以前係中學校長，而家教咩事？袋住先呢條數，佢好識計嘅。嗱，831嘅決定係明顯維持篩選同普選根本係兩個相反嘅意念。我作為一個數學老師，我唔會教學生有啲圓係四方，有啲方係四圓。原來汪 Sir 本來係反佔中噶，不過因為831覺得大陸專制，令佢由藍絲變黃絲，仲曾經喺旺角佔領區通宵留守噶。汪 Sir 嘅作為教育工作者嘅使命感咧，我就非常之受感動啊！感動咧，陸續有嚟啊！咁大家睇一睇咧，個進步喺邊咧？1/8，小學1/8好，入咗閘之後1/2出係好，但係依家係人哋幫我選咗之後，我幫佢背書，咁就叫做普選，視之為假普選。蔡子強話：愛國陣營嘅教師喺大是大非前都有獨立思考。剛剛大家聽到呢，就係喺星期六嘅時候，咁啊教聯會呢搞咗個教育界政改論壇嘅，出席嘅人士呢，就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嘅。咁呢，就頭先大家聽到呢，就係一位在場嘅老師嘅發言，呢位老師呢，叫做黃偉賢嘅，咁啊講到佢對於而家即係嗰個選舉辦法嘅一啲意見。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呢，請嚟咗呢一位老師黃偉賢，又同我哋傾下噶。早晨，黃老師。係，早晨，葉生。係，早晨，你好啊！聽到你嗰番說話都相當之激動啊！其實點解當時會有咁嘅情緒咧？我諗起我啲學生受選，我會激動嘅。你頭先播呢度咧，我好擔心我而家講唔到嘢。你頭先播翻聲帶，我都擔心我自己講唔到嘢，因為我諗到我學生嘅利益受損，我咪激動。最大受損喺邊度咧？學生利益？嗱，我可以移到民，我可以帶埋我兩個仔移民，但係我啲學生留喺香港要接受一個專制嘅社會，咁點咧？係嘛？即係佢哋冇我近時教書，我啲冚唪唥基層學生嚟嘅，咁所以咧，即係話本身嚟講，如果佢哋要生活喺呢一個受專制環境影響，其實即係個社會不斷係咁樣，我睇到係一路嘅腐化落去咧，即係一啲普通基層嘅人民咧嘅生活咧係越嚟越辛苦嘅。有啲人就主張話要接受呢個政改方案嘅袋住先嘅，咁佢原因就係話，我今朝咧一路聽住你哋嘅台嘅，咁不如我接住你呢個講啦。嗱，嗰位重量級人士咧，就踢爆咗兩樣嘢。第一，踢爆咗而家嘅特首唔受歡迎。第二，就踢爆咗中央係可以操控選舉。即係咧，嗱，我除咗做老師咧，報紙都賣咗噶啦，我做咗幾年校長嘅。嗱，而家嘅情況咧，我用翻學校嘅比喻話你聽啦。好啊。有個老師咧就同我一班講，嗱，你哋唔聽話咧，校長就會派全校最差嗰個老師做出嚟，你哋嘅班主任噶啦咁。嗱，即係你係咪覺得好搞笑咧？嗱，如果我係校長，我聽到有個老師咁樣同學生講，我係真係炒咗個老師去。第一，我哋派邊個做班主任係一個專業嘅決定，唔係去做一個懲罰嘅決定。第二，我響我手下冇一個差嘅老師，係嘛？所以咧，我唔知呢位重量級人士係中央授權佢嚟放風啦，定係佢自己懶叻去奉承中央嘅旨意，想促成呢個選舉而去放風嚇。我就覺得咁啊。嗱，如果好簡單一樣嘢，我係中央，如果呢個人係我授權，唔係我授權嘅，我即刻抽佢出嚟，罰佢搣佢柴唔好做政協，唔好做好似田北俊咁。然後中央就同大家講，第一，呢個人講嘅嘢我冇授權，第二我係好尊重第日嗰1200人點樣選嘅。我點會如果1200人或者香港如果1200人會體會香港市民係唔中意梁振英嘅，嗰1200人點會選阿 CY 咧？係嘛？咁佢啲樣假傳聖旨，而家21世紀冇聖旨啊！
我哋政府為人民服務啊嘛，你估我係皇帝咩？邊有聖旨啊？呢個人以為假傳聖旨，就咩佢就係唔好俾佢做人大，唔好俾佢做政協。咁如果中央咁做咧，大快人心，即刻咧嗰啲港獨咧冚唪唥冇晒。咁所以咧而家嗱，我講多一句嘢。嗱，而家咧個問題咧，基本上我唔 care CY 當唔當選，我哋要嘅係制度。如果你俾一個假普選出嚟，只不過會有 CY 2號、CY 3號、CY 4號，不過佢唔係叫梁振英啫。我哋要嘅係嗰個制度，唔係講人。咁我哋希望咧講翻清楚呢樣嘢。OK， 話黃老師啊，其實當日你就喺嗰個論壇度有頭先播出嗰番發言啦。咁其實司長當日咧都有回應你嘅，我想一齊聽聽當日司長嘅回應係點先。好啊，黃 Sir 嘅作為教育工作者嘅使命感咧，我就非常之受感動嚇。但係我哋教育下一代，譬如以教育佢哋對於認識嘅基本法咧，我估計啦教書都應該由頭教起，由基礎嚟到去教起。咁所以呢個中央係對於香港政制發展有佢個主導權，有佢個話語權咧，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咁所以究竟你話我哋而家做緊嘅工作係咪一個真正去落實普選嘅工作？當然係啦。喺普選方面咧，係完全做到你剛才講嘅普及而平等。喺2至3名嘅候選人被提名出嚟之後咧，就交由全港500萬合資格嘅選民以平等嘅票值嘅形式咧去選呢位行政長官嘅。咁但係如果有人係唔接受，即係基本上45條已經寫明係需要有呢個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而係堅持要用其他嘅方法去提名行政長官嘅候選人呢，咁恐怕呢個就完全違反咗嗰個憲制嘅要求同埋憲制嘅基礎。繼續同阿黃偉賢老師傾先。咁當日司長就咁回應你啦，講到話應該教基本法咧，教書應該由頭講起添。基本法似乎隱含之意就即係可能啲後生嘅或者年青人未必好清楚成個基本法內容啦。你點睇呢？嗱，佢混淆咗嗰個概念啦。即係嗱，我唔係後生仔，我57歲，80幾年一路我係好關心住。當年我都係一個主張民主回歸嘅人。咁我自己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真係要信有基本法咧，係可以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選舉委員會。但係而家呢個現時嘅提委會有冇廣泛選舉代表性咧？係完全唔夠嘅。咁所以嚟講咧，但係嗱，好簡單，你話喂嗰陣時提委會都係咁樣4大界別啦。如果我作為一個代表我自己咁講啦，我話係頭2屆選啦，豪俾政府啦，豪俾中央政府啦。我希望第3、4屆開始，我哋有一個真係有廣泛代表性嘅一個嘅提名委員會啦。但係而家咁咧，第一，而家嗰個提名委員會，如果按住好似而家個選舉委員會嗰種嘅分界嗰種嘅人選咧，根本完全冇廣泛代表性。第二即係頭先我都話嗰個人都可以踢爆啦。中央可以俾阿梁振英選，咁中央咪即係亦都一樣，同時可以揾3個佢屬意嘅人嚟選嘅啫，係嘛？咁其實係冇意思噶嘛，係嘛？咁所以嚟講咧，第二樣嘢，當時我哋諗係一個提名委員會啫喎，冇諗過一個篩選委員會喎。你而家呢個係變咗一個篩選委員會喎。咁佢係咪佢自己違反咗基本法咧？係嘛？乜嘢叫民主程序咧？其實我話陳太嗰個方案好民主程序㗎。2020嗰個。我 OK 嗱，我配合晒你啦。OK， 我唔做候選人先啦。你提委會咁叻咁有慧眼，揾到個人出嚟，一嘢就攞咗50%以上。哇！咁大快人心啦，係嘛？提委會出題都光彩啊，即係話我哋慧眼識英雄能夠揾到全香港市民嗰個嘅都眾望所歸嘅人。咁但係而家提委會揾嗰個出嚟得20幾%。嗰個提委會唔通過嘅，攞到50幾，咁其實就刮咗提委會一巴啫。好啦，但係唔緊要啦。如果你知道原來真係民意咁你咪第2 round 你咪接受提名佢咯。呢個符合晒基本法所講民主程序產生啊，係咪啊？如果我全香港40幾、50嘅人都話呢個好喎，提委會你睇漏佢喎，咁做嘢咪認錯咯，係嘛？不過另一邊就話2020呢個方案未必符合831決定，因為就梗係唔係唔符合啦，人哋研究過啦。你可以咁講，佢學晒彭定康嗰陣時嘅轉空子，但係字面上完全冇違反。
OK， OK， 好。不過佢係轉咗你空子，呢個係真嘅。OK， 黃老師多謝晒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晒你啊，好，唔該晒你，拜拜。好，拜拜。